學校聽日又有國安法講座，其實到而家我都唔係好明，究竟國安法點樣守護到香港？係咯，我都唔係好明，國安法唔係就係多咗條法例咩？點解學校要大肆宣傳啊？香港國安法唔單止係普通嘅法律條文，更係我哋生活安定嘅保障。國家安全係國家同埋人民利益嘅根本保障。安全法嘅制定同埋實施係為咗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同埋發展利益，保障人民群眾嘅和平生活同埋合法權益。國家安全唔單止係守護，更為我哋帶嚟新嘅機遇。隨住社會嘅穩定，各行各業都迎嚟咗新嘅發展機會。年輕一代亦都可以喺更廣闊嘅舞台上面實現夢想。有咗國安法，香港嘅機會不斷湧現，經濟復甦，文化繁榮。所以無論喺學校、社區定係喺社交媒體上面，我哋都可以傳遞正能量，令更多人了解香港國安法嘅重要性。作為香港嘅一份子，我哋每個人都可以為維護國家安全出一分力。